碰伊卡，家己版。家己版。哦，哦。头家一定拢咧讲啥？我拢讲下来话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嘉。结婚请人客，新娘爱穿三丝衫，入场的时阵爱穿白纱，敬酒的时阵爱穿旗袍，送客的时阵爱穿礼服。所以我今仔日就来到嘉义唯一一间的旗袍店，要来学习安怎来开关机。行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你好，我是阿嘉。师傅，我敢当制作我家己的旗袍？爱讲长衫，嘿，我唔是爱做长衫，是爱做旗袍。嘿，台湾人也做长衫，国语也做旗袍，嘿，你若正长衫，就是有条件，就是讲爱领朴、腰束、脚穿翘，穿起来长衫足水的。我今仔日就要变做上水的新娘。好，真正吼，这就是传统的。就是这边啊拉链，这就是斜边，这就是暗扣，因为这较歹穿，搁对这拖链袂响，所以恁这么爱做像安尼，嘿，爱这个改良的小水滴，啊，足够水呢。嘿，后壁拉链安尼，较方便。嘿，你敢要穿看卖？好，我等下就要来穿正统的。这就是正统的长衫。嘿，对，哦，你穿的体格有够水。毋过穿长衫，我感觉行路行起来拢怪。哦，袂使安尼行啦，穿起牌你就是安尼，好咧好咧行，嘿，安尼吼，对对对，嘿，中国小姐嘛是像安尼，嘿，安尼行起来就水。嘿，安就水你咧。做诶，做嘛毋知。啊，要坐哦，你先坐看，看你，敢要你坐看嘛？你坐咧，唔对，安尼唔对。你毋着爱想歹看。长衫咧，你嘛歹坐艰苦，恁长衫你就是爱小扭一下，吼，嘿，坐边沿，脚，嘿，脚爱勾安尼，嘿，坐边沿，嘿，脚开起哩，好对哈，安尼嘿对，安尼，嘿，你才会好坐。你敢有水？有足水的，真水，嘿。做长衫，敢是一定爱足暗的才是上水，还是爱应该留规寸？照讲是要水是吼，爱做下水，就是爱个像安尼白掉咧，吼安尼，安尼就，吼安尼做水的，嘿，歹穿。安尼咱就要来看第二好，束。第二束改良的情况嘛，情况嘛。这就是改良的，安尼敢有水？会当继续看不要紧，安尼敢有水？头家，佮敢有水？你看。哦，你穿改良嘛足水的，有较好穿无？有呢。嘿，较无像安尼足歹穿的。对啊，而且行路的时阵嘛较好行，所以即么大拢爱穿这个改良，后壁拉链，拉较好，嘿，就好啊，嘿。你想这个花样，因为你花样拢足水啊，对啊你想这个花样拢。啊，伊这是本部这个花样，咱嘛有做一种，有的是素面的，就像这吼素面的布，咱就用这个加这个花草来甲绣。哦，下骹嘛有呢。下骹嘛绣。足水的。嘿，只要你若啥物布来找我拢无问题，绝对我拢有当甲你做。啊，你做长衫遐尔啊厚，你是几岁开始做？我14岁学。14岁学。嘿，即马78岁。这就是正港的老师啊。对。啊，你师傅，你这道敢有啥物俗语啊？做衫来讲是讲，拢家己穿旧衫，做新衫，互人家穿，穿甲足满意，穿甲水当当。原来咱这道的俗语就是做衫穿旧衫，看到人客满意的笑容，就感觉啥物拢不要紧。对对对。哎，新娘敬酒哦。啊，今仔日真正是就感谢。好好，恭喜恭喜！不过我要去敬酒啊。好。安尼我先来去报应哦。祝你幸福。感谢师傅，再会再会。其实我较早就常常经过中义街，不过因为我平常时就唔捌咧穿长衫，所以我就唔捌入来过。因为我是感觉讲穿长衫就是会种碍腰的啊，坐嘛无好坐，啊行路嘛无好行。不过我今仔日甲头家开讲，才发现讲，原来伊为14岁做到大，已经60几档啊，伊有不断咧做改良，互愈来愈侪少年人介意穿长衫。像我今仔日穿，才发现讲，原来我的体格遐尔好，领捧腰束，
卡真巧，希望大家看我穿长衫遐尔妖娇，卖当教我做伙穿长衫。我哪会遐尔高水，遐尔美丽啊！我一个有气质的美少女，平常时嘛是爱保养的哦。行啊来上内行的阿家，今仔日嘛是爱水当当。老师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是阿家。哎，阿嘉你好，来是过年啊？哦，好好，无问题。要学板面进前，爱家己先板一届哦。来，我准备好啊。我甲你卸妆。俾我一个人啊。这啥物啊？这身体碰粉，你甲片会拍无？足芳的呢嘿，对这身躯的迄个芳味。嘿，安尼慢吼，面较袂疼。安尼会当我搁较济无？我就惊疼的。搞得好啊，袂使伤多，要来啊！安尼会使吼。哦，袂使，有够疼。这线是啥物线？这是裁缝遐的线，是面线线吗？嘿面线，老师，满面敢搁有其他的讲法？嘛会使叫假面、开面。假面是用夹刀落去，真有条，用夹刀落去夹，假面吗？伊这线放起来就是像八字，每一个拢是888发。发。老师，你做偌久啊？哦，30档啊呢。以前古早时代，咱庄脚人拢是你扳我，我扳你，啊互相扳。嘿，家己绑伫个碰椅卡。家己扳。家己扳。哦，哦。唔过我看影片有人咧扳面拢是用喙落去夹呢。迄古早时代阿嬷拢安尼扳，SARS过了为着卫生吼，拢用手扳啊，用手扳的吼，零零角角，这耳孔内拢嘛会使扳。哦，啊，目睭我就疼诶。目睭凹拢嘛会使扳。这爱学偌久啊？差不多爱40分。40分？嘿，啊，你学袂开就无天分啊。我感觉我即摆的面。小小，系啊，烧烧呢，碰烧烧。目睭唔好开哦，上疼的就是这。上台要来。目睭的下骹，有感觉。所以咱遮若无板的，拢会卡板。真正足疼的呢，暗红我会拍，我会已经无感觉呢。拢麻呀吼，全部拔起啊！来，换这边。老师，恁进前遮应该是有少侪人咧伫遮板面吼。嘿，20几年前，人讲遮板面街啊，拢倒伫路边啦。啊，因为歹看吼，所以咱就刷入来内底。老师，恁这道敢有啥物行啊来话？板面，阮就有一个日客俗语：爱水查某去板面，白粉揢来高规面。看见熟悉唔敢认，啊听人咧叫唔敢应。爱水查某囡仔去板面。啥物白粉涂高规面？白粉就是咱的碰粉高规面。高规面，看到熟悉唔敢认。嘿，熟悉咧叫唔敢应。嘿，这就是咱这道行啊来话。啊，搁有一句哦，是啥物？红丝线。双手呢，啊，满面讨吉利，健康吃饱哩。等下，搁一遍，是啥物？红丝线，双手呢，满面讨吉利，健康吃饱哩。嘿，对。真正是会讲好话呢。嘿，好啊哦，阿嘉，你看卖诶。好，哇，光水啊，光水无？真正呢，你看我的面，手袂使摸吼。真正就是会摸的，因为就是咕溜咕溜的。啊，要学板面爱先板家己的脚，好，手骨，才点的，啊，甲甜按，双手安尼。讲干我1点骨，讲错就无记得。钱为外口加，趁倒入来，趁入来。洗3年。1、2、3。嘿，像咧夹加刀安尼。哎，你会当加哦。啊，这样放过来时，你这边就是为这边夹过来。哇，有无？你夹对无？哇，足疼！有呢。哎呦，这不是脚疼尔呢，我的手真正足疼的呢。你对疼大对，安尼我应该是全部拢爱打。开始练的时是练起骨，啊练好了，下班家己的脚毛。今摆我的手拢知影的，我还会转去好好练习。买起骨买2粒，练好啊，翕我看。好，无问题，我今摆就转去练。好。